结合着 VR 的技术，台南市开发天高一防治互动课程，学生透过这浸水式的游戏，学习安怎切断炭病棒的来源。最近天气有变较烧热，这卫生局也呼吁大家呢，这物件若准会积水，就要改变好清气。4月开始，若准查到水汽出现，上重会当罚到15000块。 学生身躯转过来转过去，咧找棒仔店要拍棒仔，刷来去甲氧气清好清气。这是台南市和顺国中联合国卫院国家网媒中心合作，开发一款创新的 VR 课程，透过虚拟实境，让学生伫游戏来学习防治天高级的观念。这项课程伫学校的社团旺旺社咧推萨，对理论到实作，囡仔拢感觉足深刻。我们会去路边看那些花圃，有些积水，就是特别容易成为滋生源，所以我们都会去拍照把它记录起来。用长柄刷把盆子旁边的虫卵都刷下来，之后再倒入面沙桶里面。拄囡仔拄细汉的教育开始就爱做起，这是一般的课本内底拢袂讲到的物件。这个 VR 的课程，互囡仔会当伫一个较安全的所在来做学习。教育局讲，对106年，因就开始做天高级防治教育。目前全市有11间学校，像安尼成立防棒仔的实验社团。和顺国中校长表示，课程初期设计是伫学校内教室回廊顶场景，后续会拓展去社区，要互学生做伙参与防棒仔宣传。即阵天气渐渐烧热，卫生局统计，棒仔卵数量有提升，平顶个月关4%。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是登革热主要的病媒蚊，幼虫喜欢生长在干净的水域，只要0.5公分高的水即可成为孵化的空间。那根据中心统计，病媒蚊滋生容器样态以铜钢瓮盆占了60%多，其次为帆布、大型塑胶袋等。若有积水，就要赶紧倒掉，无就惊成做炭病棒的温床。因一礼拜内会当生大量的棒仔，会提升天高级传染的风险。卫生局嘛提醒，对4月初开始，若查到水处，会以罚款3000到15000块。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。